最近天气不稳定，寒搁落雨，民众较无爱出门，也影响到关会意愿。不过，台湾血液基金会到13的统计，目前全台湾的血库大概剩5天的量，除了 AB 型的血，其他的血型是拢真欠。 民众来到关血中心，先量血压做基本的检查了后，才会使开始关血。有的民众已经固定关血10多年的时间，就是希望会当尽一份心力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我超定期有咧关啦，超20-30年有啊吧。我一开始是因为做兵关血，尾也就养成习惯。平时爱注意家己身体维持较健康的，莫影响到用血的人的迄落。 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，旧历过年前后，开始发生欠血情形，尤其今年年假结束，感冒的人多，流感疫情也悬，加上这阵仔天气无稳定，寒搁落雨，以彰化关血站来讲，来关血人就减了一半。因为迄天气的温差伤大，会影响到我们捐血人来捐血的意愿所以这几天比较冷。 原本的捐血人可能一天20几个，可能就会降到10几个这样子。我们4种血型，我们目前大概只剩5天的量。那我们的安全的话要有7天以上，所以还有短少，足足有2天。那2天的话，大概是缺大概有4000袋的一个血库量。根据血液基金会到13的统计，全台湾血库大概剩51份的量，除了 AB 型的血，其他血型的量拢真少。关血站表示。 关血唔来当救人，嘛当提升免疫力，预防高血压、高血脂，鼓励民众培养定期关血惯习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